你好，我們又見面啦！大家早安、晚安、全日安，歡迎嚟到雨後陽光 Raymond Wong 嘅節目。咁希望大家幫下手啦，點讚、訂閱同分享，記得呢就將呢個頻道嘅節目同呢個頻道呢就分享出嚟，等大家可以接觸一啲貼近啲事實真相嘅信息啦。嗱，畫面嗰度一單香港電台嘅新聞，佢就寫住習近平因應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要持續增強。好啦，呢單消息咧又係尋晚嘅時候放出嚟嘅。裏邊嘅內文我讀一次俾大家聽啦。中共20屆四中全會上星期閉幕，並審議通過15規劃建議。新華社發布規劃建議詳細內容，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要加強原始創新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要完善新型舉國體制，採取超常規措施。嗱，呢度就係我睇到嘅重點啊，因為呢一部分呢，其實某程度上係拖緊後腿。港澳部分提到要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進港澳經濟社會發展。另外，要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同主動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喺規劃建議說明裏邊提到，因應當前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主動力作用要持續增強。嗱，呢單嘢呢睇到嘅港澳部分的確係出咗問題。呢份公報裏邊關於港澳嘅用詞，如果同香港特區政府成日高調宣揚有志及興嘅對比，唔係一次嘉許狀嚟嘅。其實係更加似一份呢措辭好嚴厲嘅整改通知書，其實係清晰表明咗中央高層對香港當前嘅管治實效同埋經濟社會狀況並唔滿意。喺阿超政府全力唱好香港，試圖用盛事經濟、關愛隊呢啲敘事去證明有志及興，已經取得巨大成功嘅而家呢，四中全會公報裏邊關於港澳嘅措辭呢，其實就顯得異常冷靜克制，甚至係帶有強烈嘅糾偏嘅意味。呢份嚟自最高層15規劃嘅建議，佢嘅潛台詞呢，我認為係對香港當前管治模式嘅一次根本性質疑。第一，佢講提升依法治理嘅效能，呢個係原文公佈啊，即係要提升效能。其實係對而家管治無能嘅間接批判嚟嘅，即係佢個潛台詞就係話你而家治理效能唔夠。依法治理呢4個字喺2025年嘅香港一早都唔係問題㗎啦。喺國安法同埋愛國者治港原則之下，法嘅權威其實已經絕對確立咗㗎啦。而家中央提出嘅要求其實唔係依法本身，而係後邊嗰句先係主要嘅嗰個效能嗰兩個字，即係 effectiveness 即係呢句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你將個依法治理嗰個去咗，你就睇到呢個提升效能就同我之前所講，而且係深入批判香港管治層面一系列災難性嘅失敗嘅最直接回應。喺公務員樽裝水風波裏邊暴露嘅就係物流署喺盡職審查上面嘅無能，再加上有一班人喺度搞嗰啲所謂嘅拆牆鬆綁，結果搞拆牆鬆綁嘅人呢，就乜事都冇，就攞咗下邊嗰啲人去祭旗。另外，安達臣鋼筋醜聞再加埋呢個 MIC 建造業嘅組裝合成法又出問題，
喺簡約公屋嗰度嗰啲螺絲頭俾人鋸啦，嗰啲螺絲頭要扭入去嗰啲窿俾人無端端擴大，呢啲其實係睇到香港有好多嘢係開始失能。跟住好啦，仲有一個倫理崩塌嘅問題就係之前我哋講嘅若倍安心，教育局比賽主辦機構全部失聲失職，當冇事發生一樣。當一個政府連最基本嘅採購、建築監管、學術誠信都冇辦法有效治理嘅時候，佢嘅治理效能呢，好顯然係低下嘅。中央要求提升效能，我認為就係提醒，有啲人會甚至係話係敲打李家超政府必須停止嗰啲粉飾太平嘅表面功夫，去真正解決呢啲動搖香港根基嘅管治危機。好啦，另外原文有提到嘅促進港澳經濟社會發展，呢個其實就係對由治及興呢個方言嘅無聲否定。公報寫清楚啦，促進港澳經濟社會發展，呢潛台詞就係話，喂，你而家嘅經濟同埋社會發展都係唔好嘅。如果香港真係好似特區政府官方宣傳咁樣，已經由治及興，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咁喺國家級嘅規劃裏邊呢，佢嘅用詞呢應該就係鞏固或者深化港澳經濟社會發展成果，就唔係促進。促進，如果你諗英文嘅字眼就係 to promote， 係用喺一個尚未發生、動力不足，甚至係正在倒退嘅領域之上。其實中央咁重要嘅文件，潛台詞去否定香港嘅經濟發展，其實用促進港澳經濟社會發展呢啲字眼，係間接承認咗香港正在深陷呢個末端經濟、結業潮、財赤黑洞呢啲困境。佢哋嗰啲咩城市經濟、夜繽紛嗰啲虛假繁榮係呃唔到中央嘅。另外，亦都係否定咗香港嘅社會發展，亦都間接承認咗香港社會發展係出現咗嚴重嘅問題。而家嗰個階層嘅固化更加嚴重，因為中下層呢，喺過去3年呢就係被打擊得最慘嘅，中產呢就跌落基層，甚至係跌落破產。上層社會嘅人生活依然安樂。而家發生緊好多嘢都係中下層民不聊生，倫常慘案頻發，同埋中層嘅信心係崩潰。呢個同李家超同麥美娟佢試圖用關愛隊去營造嘅和諧嘅景象呢，係完全背道而馳嘅。嗱，習近平總書記喺規劃建議說明裏邊呢，就講明咗㗎啦。成個15規劃有一個基調，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主動力作用需要持續增強。有啲事要久久為功。中央嘅藥方係點嘅呢？就係女子。中央嘅思路係好清晰嘅，要補短板，久久為功，要搞好內需，即係成個民生嗰個發展。香港一直用嘅藥方係乜嘢？係面子，即係阿超政府喺度做乜嘢？搞城市經濟啦，即係好似係吸引啲外來遊客啦，其實實際係粉飾太平啦。搞嗰啲黃金港諗住又黐下上海不過呢就唔知點樣係服務一下本地嘅上層資本啦，又搞下嗰啲反恐演習做下啲政治表演啦。嗱，咁呢一次其實係根本性嘅戰略錯位。中央其實係要求香港去修補嗰啲關乎民生福祉嘅女子，而阿超政府呢，一直都係沉迷於嗰啲能夠快速上新聞向上邀功嘅面子。咁其實當我睇到呢一篇報導嘅時候，我嘅感覺係呢一份係極其嚴厲嘅政治警告，其實係清晰表明咗中央對阿超政府嘅管治現狀呢係並唔滿意嘅。其實就話俾你聽，你哋治理效能太低，
醜聞百出，必須整改。你哋嘅經濟社會發展不彰、由治及興嘅口號同民生凋敝嘅現實反差係太大。呢份公報等於為我過去幾個禮拜所批判嘅所有問題，由 KPI 治港嘅形式主義到管治鐵三角嘅欺上瞞下，提供咗嚟自最高層最強而有力嘅官方背書。咁我講到呢度，下次再見，係咁先，拜拜。